傳道書第7章第14節，遇亨通嘅日子你當喜樂，遭患難嘅日子你當思想，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，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。牧師，今日你答文慧嗰個第一個問題咧，即係審判嗰個經濟嗰方面咧，其實係想啲人咧現實啲，諗啲嘢，唔好再咁奢華啊，向繁華嗰方面過呢種生活，冇意義、冇價值嘅咁樣。咁其實依家最慘嗰啲就係供樓啊、供車嗰啲啦。咁個經濟受到打擊底下咧，就算冇供車供樓嗰啲人都生活得好慘。咁其實呢個審判咧，係咪會導致嗰啲人咧個心田會柔軟啲，容易喺大災難嘅當中咧接受神所俾佢哋嗰個嘅救恩？嗱，其實人嘅心態好怪，我哋躊躇滿志嘅時候咧，乜都唔記得晒。最容易唔記得咧，就係一啲限制我哋嘅boundary。所以通常就係啲人去生日啊、飲咗酒啊，好多時會撞車意外死嘅。但係當人咧面對危難嘅時候咧，只要危難俾佢 relate 到啦，係神嘅審判嘅話咧，咁我哋做嘢咧就會識得從內心裏邊咧去渴求、去負責、去諗起呢個神，同埋驚佢咧追究。所以咧，我哋喺苦難都唔夠，而係要個苦難 relate 到係關於神。所以啟示其實係營咗一樣咁嘅嘢。你諗下，橫掂神要毀滅世界啦，即係好似我呢個禮拜咁，我都講，如果神要毀滅1秒鐘毀滅啦，使乜搞你7年啫？唔通要神要毀滅一個世界1260日係嘛？即係佢個目咁進步，唔俾佢毀滅你成個太陽，除1秒啦。神特登除咗拖長咗去變咗1260日之外咧，佢仲用好長嘅篇幅去寫俾呢班將死之人。你諗下，全本聖經裏面有一卷20幾章聖經，寫俾嗰班咧係冇將來、冇後裔、乜都冇嘅，係咪將死之人？點解神要寫咁多嘢啊？全個人類歷史當中，嗰個時代嘅嗰班人佔人類成個歷史當中好少嘅一部分啫嘛。呢個此其一。而第二日，嗰班人要去到嗰陣時候先知道嗰卷聖經係寫咩噶嘛？係咪先？咁之前會知啊？而家我哋睇見根本之前嘅2000年，根本個解啟上都解到一塌糊塗，係咪先？咁點解要咁早寫又寫得咁長，寫得咁清楚咧？其實係最主要就係呢一卷真係俾佢哋，佢哋見到呢啲災難，見到呢啲嘢嘅時候咧，個個叫晒救命，話哈米加多頓噶嘛，係人都叫嘅。咁佢哋會唔會呢番時間就睇翻？當佢睇完之後，佢發覺咁 match 現實嘅時候，佢會唔會就係佢個心由躊躇滿志變成咧，要向呢個神負責咧？係咪？即係話已經做壞事都唔敢做到咁盡啦。做乜嘢咧？以前諗咧諗將來夢想啦，而家唔係啊。佢而家唔單止係絕望，喺絕望當中仲要覺得咧，諗到人生當中佢要向一個至高嘅存在去交賬。所以啟示其實寫成咧，其實係同1260日係 match 埋一齊嘅。佢最主要就係為咗最後呢一班人俾多咗嘅恩典佢。呢恩典點解要俾多啊？因為上幾代過千年嗰啲人都唔會滅絕啊嘛，唔會死盡啊嘛。但係佢哋差唔多等於死盡喎，大部分都係一死就真係化為烏有會落地獄喎。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，因為我哋永遠都唔知一樣嘢嘅啫。就係神嘅計分法，點唔知神嘅計分法我哋唔知啊？有啲人咧係死咗之後咧，佢死之前死嘅時候都上唔到天堂，佢死咗之後先上到。點解咧？因為教一個好嘅仔，教一個好嘅女，或者教一個大佈道家嘅仔，一個先知嘅女，咁佢跟住之後結局嗰次都歸俾佢，佢死咗之後歸俾佢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7年大災難嗰啲人仲有冇啦？冇噶啦，冇咁多後裔噶啦嘛，死噶啦嘛，一死就死盡啦。佢自己唔能夠依賴話跟住後人多結果子噶嘛。連保羅都預咗就係你哋會多結果子歸到佢嘅帳上，咁我哋希望能夠歸翻呢啲人嘅帳上。見唔見咧？傳道書第7章第14節，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，
做患難的日子，你當思想，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，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。熱烈心照，上紅紅燃亮，緣盡揭示神形象，祈求將心獻，一生也擺上，要散發光輝明亮。願我訴說見證分享，誠心獻樂韻詩章，想效法你智慧的法則，除掉舊日混濁思想，在世把握光陰，願時刻將天國意志宣揚，成就了你美意，願能標彰，存活地上，但願更委身獻上。